个所在当摕到宝藏。看头前大声讲出来是啥物队？阮是恁爱欢乐队。自我介绍你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大家好，我是尤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嘉。哇，真够这个小朋友哦！阮等者搁要来摕宝藏啊！是讲白大海洪小姐，阮要摕宝藏，阮今准备好，啊，你是咧无用啥？你要摕宝藏哦嘿，我足无用的。我这船长来之前，我甲这竹仔台修理好，我甲宽东宽西的呢。快塞！是讲你讲有需要阮甲你斗相共无？哦，有啦，无你甲我斗相共，甲这纸箱我摕去迄边。哦，好，多谢，啊，咱做伙斗包。小朋友甲你斗相共者，啊，咱反正都当个两个。这个所在哦，好，啊，一双人手，别紧。搬起来啦！来，这就好啦，小朋友来搬好。哦，我还不会当滚。来。洪小姐，真正是哦！叫你做一个代志，咱也到贵死去，这代志足贵的呢。可怜呐！我是条工的啊，你要你拍没冲下。对啊，大海你哪这么歹？你足过分的呢！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唔是叫你甲这船仔顶看落好势，发生什么代洪志？小姐拄则无说伊甲物件嘿，落落去啊。落落去，伊创靠，落落去捡起来就好啊咧。啊，白大海安怎应对？白大海，王，伊姓王啊，伊姓啊，白大海骂洪小姐，既然甲伊骂甲安尼哭甲安尼凄惨落魄，白大海。真正我替甲你处罚，我处罚你。姐，船长你讲话哪这么吵啦？你这就是人咧讲的迄大狗搬树，细狗看样，你安尼袂用字啦。我你安尼小朋友若是有人安尼哦，嘛一直甲你骂，啊讲一寡歹听话，你有啥物感觉？生气。生气？我感觉有够讨厌的。讨厌。我嘛感觉真正有够讨厌的，足袂爽的。少袂少诶，讲歹听话嘛是咧表达家己的情绪。啊，毋过有时阵啊，咱咧讲迄歹听话的时阵，拢会去骂着迄人体的器官，会互人歹印象。而且你若是常常讲歹听话，就影响到你表达能力，你会当用的词嘛愈来愈少。重点是，真正都是有人骂歹听话，伊造成公然侮辱罪，判伊就判伊，伊甲讲3个字哦，判8万块。哇！一个字平均起来26660块。说好大家伙。对呢。是啊，哦。小朋友，我甲恁讲哦，有时阵咱咧生气会当用一寡方式去排解，啊，你嘛会当甲对方讲，为虾米我会遮尔生气，啊，希望对方安怎做，去表达你的情绪，安尼袂伤着感情，才会当解决问题。哇，真正嘞，会讲歹听话，真正会互人感觉听起来会无啥爽快，无欢喜啦足粗鲁的。多谢你教阮哦，正确排解的一个方式啊。好啦，甲你讲3个字，歹势啦。安尼我嘛甲你讲三个字，袂要紧。不要紧啊。哦，毋是你甲伊讲的。对，我。袂要紧。好啦，啊，恁拢已经好好啊，那安尼我今仔日甲伊当来摕宝藏。恁摕宝藏哦，我真正想到3个字。啥？8万块足贵的。对，咱已经无钱啊。恁看认真的。那8万块。我要讲的3个字，恁听好，这是一定要讲的。准备接招，赢来卡！做伙求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竹仔搭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嘿，来自恁来国小的小朋友，请问起优。啊！你头先你介绍你家己的时阵，你讲你叫做油啊？油啊？哦，是因为名的关系，是毋是？所以你叫油啊？毋是，是因为阮兜拢爱种油啊的。哦，恁家咧种油啊？对啊。你伫咧台北市种油啊？无伫咧台南。哦，所以可能爸爸妈妈号名就是想讲啊，厝内你种油啊，甲你号这个起油。
对。你敢有兄弟姊妹？有啊，我有一个小妹。哦，你小妹啊？啊，小妹嘛会晓讲台语？对啊，伊台语嘛真好。哦是啊，啊你哪无带伊来？伊伫咧遐。啊？对阿嘉是恁小妹？对。阿嘉，哇，派姊妹啊来摕宝藏诶！哦，无简单哦。好，今仔就看恁通啊摕到几块大片，啊安怎来摕大片？你一两三是5价，5价通摕1块大片，啊10个竞选就有2块大片。好。了解哦？了解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音乐家，来，好起啦，好起来，好起哦。哎呦，那边会当用你的头哦，你的头，你的头，嘎，用你的头，用你的头。哎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哎，袂歹哦，6分。来一波 ，TH 是讨有啥物？桃啊。桃啊，对，哎呦，来，好起专业的啦。真好，真好。来，刷落来嘞！哦，你要用头嘛，用啊。是，过去啊啦。叫互伊一届机会。来啦，无啊啦，无输啊啦，差不多啊啦。啊！赞哦！沙包金，两三 L 是乐有啥物事？快乐。快乐，对。快乐。哎呦，我就无快乐啦，好起啦。这条惊沙包，安尼敢会看一个？好，用你的头买一样的哦。嘎，对。哎呦，红小姐，红小金个沙包，金两三 PH 好有啥物事嘞？门票。门票，对啦，谢谢哦。 bonus，来，好起啦。跳清楚 bonus 一定要加3分，无就是2分才有准绳。1分赢啦，1分。1分。有代志啊，共阮是普德对，熬呢。来，好起啦，无退掉吼。可惜哦。阿伦，你是伫咧做我带来这生意空啊，最好笑。真，真发车。龟壳，是吧？哇！而且文学文学，吃饭，你有知道不？你有在知道不？他。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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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出去。出去，对，出去。出头。对。出去。龟壳。时间到，啊，我对啊。啊，下头这个声母还有啥物事？来。南方。来底。内底来。L 老师。老师。落雨。哦。 TSH 安怎念？看哪？是。你讲出去。够无？出车是。出车。出车。你讲啥？出头。哦，无怪你摸你的头嘿，出头。哎，你出头足济呢，你伫咧做我台，你伫遐生意空啊，你生。厉害呢！哎呀，足高耍的呢。天青这个字。好啦，请到啦，10家拢惊煞，通啊摕2块大片，请摕。来，摕着大片大声甲念出来。妈祖鱼。妈祖鱼，啊，搁有咧。轮班来。用个样个呀哈。来加。对呀。好一关，准备接招，音乐家。有话做你讲，是位探险队员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赢的海贼，就有一摆做过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恁永远写袂掉。哦，这个炮声甲咱错一条。啊，毋过我头先有听到一个风声，听讲内面有一位介敖公笑话。笑话，小朋友。哎，倒一位小朋友才敖讲笑话啊，举手一下。打电话改啊。好，阿凯，既然安尼，伫游戏开始进行，咱来笑话 PK。阮这边派出的是像波浪。拢会用的白大虾啊！好，来，你今日拢听出来。听来讲。有一个人伊去彭康，甲彭康问讲有人伫个无？彭康讲有，然后这个人就互火车弄死啊！有够恶心的，有够恶心的，伤过恶心啊！因为伊讲。
叫车交过。袂歹，讲了袂歹。安尼换阮这边，破声袂甲吹一下。我就是大呢，好，安尼足简单呢。椰子123的新名，椰子，啊是好，我看你是想袂出来啦。来，你直接天讲解破我。直接甲你讲，要啉椰子进前呢，爱先甲椰子切切的切芽，切芽，切切了啊，甲掰开就是掰芽。掰芽甲啉落去哦，这个椰子真正有够好啉，就是好呀！来，破声吹嘞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厉害厉害，安怎啊摕到大片？恁2题对，就1块大片；4题若拢对，就2块大片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！你要看好势哦吼，瞄一个，爱瞄一个。不，红绿水，甲我拍一个。你要想看嘛，要安怎来讲吼，都会想一下吼，伤悬哦，较低伤悬。收关哦，收关哦，哦，外头。你咱讲啥？日头，日头日啥？啊，够日水。你算。红跟绿，看头前吼，我看到一个红色的日头，哎呦，水！哇，头一位，会袂歹哦。油啊，啊，你看哦，公由我来啊，表姐哦。哦，足准的哦，差一点嘛，差一点嘛，来来看油，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瞄好，想我详细哦。哎呦，有啊，你甲看，都有个我的。啊。哦，差一点嘛，真差一妈妈不点嘛。知呢。哦，阿妈去，迄个你哪去啊？有啦，这算有倒啦，这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啦。好你啦。后港后日，后头厝。哎呦，等下留较下卡送哦。你一分，你甲你甲阮对台。较低较低。由我你会使区较落看，较清楚嘿对，因为你较悬对不？你安尼较会瞄会准。看头前，我后壁有一个物件是我的，对。好，这位，后壁有一个物件。阿凯哦，加油！有时间跟你过哦。你比较笑你会使拿大，哎呦，哦，差一点嘛。因为点知影爱抢时间呐。好，来， 5、4、3、2、好，等1，后跟面我后壁有一个佚佗面啊。啊，我去动物园佚佗的时阵，摆伫后壁的人插我的队。哦，哇，搞呢，这规个故事讲啊足清清楚楚的。我后礼拜要去买物件，啊，真好真好。后礼拜要买物好，件。拢真好做，可惜迄个准度有差小寡。对啊，不过2分嘛，通啊摕一块大片，请摕。好，一袋摕一个啊。大片，赶快甲大声念出来。你也唔出来。米鞋，好啦，好，咱会用的等一下当调换位吼，来者。好，这关算是有收起来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准备噶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 Just do it！噔噔噔。排出来第一位是咱阿凯，凯，想要甲你借问一下，你平常是有啥物兴趣无？算倒游，哦，迄个倒倒椅啊，豆衣哦。你平常会算倒椅哦？对，哎，定定爱动头壳呢。我你定定拢算赢算输，算输，这老实都咧。是的嘞。倒椅啊嘿，安尼吼，我咧考你这题，你可能无啥摕到分数的。无要紧啊，来听看卖啊。好。我跟你讲，安怎摕大片好， ？5分通摕一块大片，10分就2块，知哦？好，来，第一题游戏题，请出题。上细听哦，一般手机的机理啊有分红的甲乌的，红的上大就是红军，就是咱元帅迄个帅。啊，这无一个乌的上大的叫做啥？哦，乌色的
基里啊，上大上大的台神，大神伊是算文的，啊，我讲的迄个是算武的，文武的武的。将军，什么？将军，我以为他讲是粤语啊。是，将军，哦，武的是将军。啊，所以你感觉乌色这个字顶冠是什么字？敢若一一个字尔。字鸟，将，将军的将，对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将，将。对，好，将，对，唔对？哦，对啦，哇，欢喜哦。啊，不过头先你嘛是无煞煞，互你讲对，啊，咱来听白大爷安怎讲。无唔对，乌色上大的叫做将，啊将呢为大排到细就是将士枪机马炮准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知影。好啦好啦，选一空，看倒一空分数较悬哦。感应一下，感应一下。看袂到啦，我是讲伊咧用骗的咧。看袂到啦，看袂要做一到。空。好，阿凯，所以你选的是这空是不是？对，买换吼。不爱，好，来到底这空是几分呢 ？Just do it。好，阿凯，所以你选的是这空是不是？对，买换吼。不爱，好，来到底这空是几分呢 ？Just do it。三分，没少分呢。好啦好啦，你会使转去啊啦。是哦，袂歹啦，你也可以接受在啊。第一关叫用摕3分去啊！我甲你问一下，看你身材平常时应该有咧运动，有无？无。嘛是个一个老师你的。唔对啦。我真正足袂晓摇的。好，安尼考你这题，咱就有机会较秀起来。哦，来听好，运动题。小朋友上细听，咱台湾伫咧2024年的时阵呢，参加这12强的野球比赛，请问咱得到世界冠军是赢倒一国？哎呦，日本。日本，日本，敢是哦，日本敢有强甲会使甲咱对抗？还是上强的。无我是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啥？日本。日本那大声哦。日本。好，日本，对唔对？就是日本。迄当阵你有看比赛？有。好啦，安尼嘛是爱听咱洪小琴解说一下。啊，小朋友，咱的答案就是日本哦。咱伫咧2024年11月呢，参加这12强野球比赛，以这个4比0的成绩呢，得到世界冠军。啊，搞！你讲爱参对手。哦，好啦，选一空看到是，看摕到几分啊？看袂出来，爱用感应的。这这个这空。一空到底通得到几分？来一个4分，来用的。都1。对了。啊！哦，厉害！哎，这摆已经已经8 8分啊，分啊呢。一袋大瓶啊，你若搁得到2分，恁就几分啊？无可能，大家在过无年。这种代志你的。今摆会使凊彩算啊？这题有较困难小可，啊，毋过嘛是有机会对。请出题。详细听好清楚哦，我讲一遍尔。进、关、开、离。请问一个拄到什么状况？这是上界重要的考卷呢？煤气，会灾难，煤气应该你厝内面应该用另外一种讲法，加速，加速，卖互加速的气造出。加速走出来。伊敢有生卡咧？对。对，唔对？爱用捞啦。加速流出来。系啊。哦，啊，毋过这4字安怎正确的来使用？咱来听因安怎讲。禁、关、开、离。第一个禁就是禁止用电器，关就是关雅士，开就是开门，离就是离开现场，你知影无？了解哦。了解。好啦，一分就好。一分就好，拜托的，拜托的。一分。来，请选一空，来，一你来分就好。讲几分伫倒位？一分。要上广，要选上近的。对，好，到底这空会当得到几分？Just do it。
四分了。你看，哇，8 12分加4分12分， 12。哇！阿嘉，歹势啦，拢无你算到，无安尼啦，大片哦，你去摕好无？你通啊摕2块大片，来请摕。摕只大片大声个念出来。回欧，回欧，九个吧，所以啊，直接打起你哦。好，拢会一样的。好，来这，来这。来，加起来摕到5块大片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呢？赢来卡！你若会欢乐队摕到5块大片，敢有法度这样欢乐，甲宝藏炸转去咧？哦，所以要派出阿嘉来背，是毋是？对啊，哎，今仔日都较辛苦吼。上重要的，互伊承担。对，够加你啊！油！啊，你讲要耍位？到要刷位有，来好来，阿你刷你刷凯讲要耍，，看要安怎耍？要刷高平啊。耍公平呀？米系比下。哦，要刷高饼安尼啊。好，安尼。好，我先甲你小耍呢，哦，安尼较平均啦，中。耍喺中。啊，较出来了哦。我内面讲，请背的时阵才背，而且要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了解哦？啊，不，加油者！加油！到底恁来国小敢摕到宝藏咧？阿嘉，请背。好，班长，小朋友来家，哇来，今日摕到3款的礼物呢！哇，豆皮，这么古锥的呢？这是一个520片的豆片，啊，这吼是这个南村的，这内底有做侪猫啊，足够水哦，会使吼斗大了，算有几只？啊，你平常是有咧斗这无？无，无的啊，多通啊试看卖啊者。是是今仔日安尼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足欢喜。足欢喜的啊！哦，啊，姐姐咧，油啊咧，我感觉这摆真好耍，真好耍哦，哦，真好真好。啊，凯莉咧，看到真个到了现啊，传递我就欢喜的。等者，我怀疑你有甲乌西，无啦，哪有？无那有可能大家拢甲你报。而且我怀疑伊有背台词。伊头先有甲我讲，伊平常时有拢有咧看节目对无？哦。对啊，你拢啊。无甲我奈学了，你敢甲学了？你足水的，你嘴足甜的呢。啦，笑面。啊，轮你参与落来心情呢？足欢喜。就欢喜好啦。恭喜你若摕到宝藏，佫算甲真欢喜，大家又讲了遮尔好。是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大义。好啦，再会啦，爱台语啦。恭喜啦，爱台语啦，摕宝藏啦，加油啊！